我哋而家開始學習太上感應篇嘅惡因惡報。惡因惡報成個篇章係本節最長嘅一個章節。太上老君為我哋詳細去講述呢啲做咗唔好嘅事情，包括身體、口頭同埋意念上做嘅。犯咗呢啲惡行嘅人一定會遭受天地鬼神嘅處罰，或者係喺陽世就遭到人憎恨。自己當然亦都逃唔出因果報應。由九或非義移動開始，一直去到剛強不仁、狠戾自用。講狠戾自用，叛逆嘅大惡。九或非義移動，背理而行。呢句說話就係講，如果有人違反咗道義而動咗惡念，做出惡事嘅話，將會得到後邊嘅惡報。九就係指如果嘅意思。非義而動就係違背咗道義呢一個動，唔係指身體嘅動作，亦都包括係語言，亦都包括我哋嘅動念。只要動咗呢個念頭，亦都會違反咗道義，咁都會遭到報應。呢個理係指天理，就係我哋嘅良心。以惡為能，忍作殘害。以作為能，呢句係專係人事上邊講嘅。人本性係本善嘅，當我哋起咗妄念嘅時候，呢個純正純善嘅心性入邊就會有污染，慢慢呢個污染就會形成私欲。如果迷喺入邊，就會越迷越深，唔能夠回頭，完全係由自己嘅妄心我執嚟驅使。呢個係違心走使，結果就係做惡業。迷咗嘅人係唔知自己做嘅係惡業，仲以為做惡係一件快事，自己仲認為做殺盜淫妄呢啲惡事好有能力，以惡為能，完全係蒙蔽咗自己嘅本性，違背本性自然就會受到天道嘅報應。忍作殘害，呢一句說話係專係造物上面講嘅。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就忍心做出啲殘害眾生嘅事。殘害物命係最大嘅惡事，而動機若然係出於殘忍嘅心，咁樣任意所致，就係冇一啲惻隱憐憫嘅心啦。諸善嘅根本就係喺慈心嗰度，諸惡嘅根本就係喺殘忍度。去除殘忍而流傳慈心，要成就聖賢佛仙，就係由呢度開始。貪生怕死、愛戀親人故舊，對於痛苦有所知覺，呢一啲現象，動物同埋人類係一樣嘅，只係人類有智慧，動物就冇智慧。人類能夠說話，動物係無法說話。人類嘅力量強，動物嘅力量弱，其實都係咁嘅咋。而家嘅人要去做一餐食物，唔單止殺一條物命，例如鵪鶉啊、鷓鴣之類，要殺就殺就10幾條命先會做出1億度嘅肉餚。若然係啲蚌類啊、蝦類啊、蜆類，要做出一道餸，就需要殺100幾條生命。又有啲好鍾意食嘢嘅人，有時係從遠地去得到一啲珍禽異獸，有啲呢就要預先準備等待烹煮，有啲呢就用生嘅蟹放入去啲酒槽度去醃製，有啲呢就係養魚去製造一啲美味嘅食物，有啲就炭燒燒烤，有啲呢就係刺血生吞，有啲呢就係剖腹去攞一啲幼胎嚟食。有啲呢就剝皮拆殼，利用唔同嘅方法去殘害眾生嘅事情，令到個眾生就飽受煎熬。
如果食得飽就得意洋洋，若然稍為慢一啲就會鬧個廚師。我哋只要深深體會，痛切思量，呢個實在令人好可怕，亦都係一件好悲傷嘅事。傷害動物尚且係大損陰德，更何況係傷害人呢？而且仲以惡為能，忍心殘害蒼生百姓，呢啲人嘅報應就會更加慘烈。陰賊良善，暗昧君親，呢句話就係話啦，陰謀去殺害善良嘅人，暗中欺騙侮辱君王同埋自己嘅父母。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上善良嘅人本來就係少，如果世上善人多，呢個世界就能夠和諧、安定、繁榮。惡人見到有人向善，竟然用一啲陰謀去毒害、去謀害呢一啲善人，因為佢做惡，佢見到善人就會起妒忌心。善人嘅存在對佢嚟講係一個要挾，佢容唔得呢啲善人嘅存在，所以佢就會用陰謀詭計去殺害善人。呢啲係會遭天譴嘅。暗侮君親，暗中就係人哋唔知道，私下對於自己嘅君王、長上乃至父母都會去侮辱、中傷。呢種心完全係同豺狼一樣嘅。要知道，連父母都唔孝順，咁呢啲人佢會愛邊個呢？對於君王，我哋要知道，君王係我哋嘅領導，代表全國人民嘅形象。而家我哋號稱就會叫佢做總統啊、領袖。而家仲有一啲君主立憲制嘅國家，會叫佢哋做君王、國王。咁我哋係應該要尊重嘅。《孝經》上面話：敬君臣悅，尊重呢個國家嘅國王，能夠令到呢個國家百姓都會好開心。對於呢個國家嘅領導人尊重，就係尊重全國嘅國民。古代有一個故事，兄弟兩個人一齊侍奉母親，哥哥就比較窮，弟弟比較富裕。兩兄弟就約好，每個人侍奉媽媽5日，輪流照顧。有一日，哥哥發現屋企入邊冇晒米，呢個時候啱啱好就輪住哥哥嚟侍奉媽媽，佢只好去央求自己嘅弟弟，希望弟弟嚟幫佢首先照顧媽媽幾日，等之後有錢買米就會再補翻嚟。結果媽媽就去到細佬嘅屋企啦。細佬竟然故意咧將自己屋企嘅米咧全部都收起嚟，然後就話屋企冇米，令到佢媽媽咧翻到去哥哥屋企去。你睇下，暗侮君親啊，暗侮佢嘅媽媽唔想侍奉，係好不孝嘅。結果佢嘅媽媽就哭哭啼啼咁樣翻到去哥哥度啦。呢個時候就聽到天上面嘅雷聲大響，弟弟同埋弟婦兩個人都俾雷劈死咗。你睇下，不孝不忠嘅人，天地鬼神係最嫉恨嘅。萬其先生，伴其所事。呢度講嘅係對於教導我哋嘅師長有輕慢嘅心。先生係指師長，違背叛自己所應該服侍嘅長官，呢個係對老師嘅不敬，對自己嘅上級、自己嘅領導不忠。我哋知道，先生、老師係俾我哋知識嘅，教導我哋做人，教導我哋去學問，係有好大恩德嘅。古人就話啦：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父母養育我哋，老師教育我哋成人做人。所以老師同父母嘅恩德係一樣嘅。古人去將天地、君、親、師列為一齊，講明咗天地、君王、父母親、老師對我哋呢啲恩德係平等嘅，應該一樣咁樣去恭敬。點樣可能做到傲慢呢？更何況而家我哋學佛啦，
就好似我哋嘅師傅上人教我哋學佛嘅老師，再生我哋嘅慧命。我哋嘅生命係嚟自於父母，而慧命就係嚟自於師父。所以佛門入邊嘅師長，佛菩薩對我哋嘅恩德，甚至係超過於父母嘅。點解呢？因為我哋跟住老師學佛，跟住釋迦牟尼佛學，呢一生就有機會了脫生死，跳出六道輪迴，生生世世都冇能夠實現嘅，呢一生能夠實現。所以你睇下呢個恩德係咪超過父母呢？我哋呢一生嘅父母嘅恩德就喺我哋呢一世，而佛菩薩師長嘅恩德就係令到我哋永遠咁樣去脫離輪迴。確實生生世世都報唔完，所以點可以輕慢？呢個輕慢有啲表現係喺言語上出言不遜，有啲表面上都好似好恭敬，但係個心入邊就不以為然，冇將老師睇成了不得。對老師嘅教誨唔能夠依教奉行，唔能夠依教奉行，咁就係對老師嘅不敬。所以老師嘅教誨每一日都應該留喺心中，依教奉行，呢個先係對老師嘅恭敬。對老師嘅敬係師道，師道係建立喺孝道嘅基礎上，所以對父母孝順孝敬先至係對老師嘅尊敬。孝道都冇，點可能尊敬老師尊敬別人呢？點樣會尊敬自己嘅長上？佢就係伴其所事，自己做嘅事情，自己所侍奉嘅領導，佢會違抗，佢會背叛。而家跳槽係特別多嘅，都司空見慣啦。我哋會知道個總嘅原因就係孝道已經冇咗啦。廣諸無色，誑諸同學，呢度就係講欺騙愚昧無知嘅人，誹謗一齊學習嘅人。要知道嗰啲無色無知嘅人，佢可能係因為社會閱歷少，可能係因為年紀輕冇讀過咩書。呢啲人我哋應該要去幫下佢，提升佢。點樣可以去欺騙佢、迷惑佢呢？甚至仲要去取笑佢。呢啲成人之危嘅心理，對人唔單止毫無恭敬，而且係一種傷害。靈驗經上面講過，如果迷亂誤導咗嗰啲冇知識嘅人，就好似嗰啲傻嘅人或者啲冇見識嘅人，令到眾生產生疑惑，咁樣就係造業啦。人死後就會墮無間地獄。我哋學佛嘅人要知道，喺同人哋講習佛法嘅時候，就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自己識嘅就去同人講，自己唔識就唔能夠強不知而為之，否則就係廣諸無色，誤導眾生。特別係喺菩提道上邊，誤導眾生嘅業罪係好重嘅。我哋知道同學之間係有多生多劫嘅緣分，先至能夠喺同一個課堂上一齊學習，要識得珍惜呢種同學嘅友誼，就好似係兄弟姊妹嘅友誼一樣。當我哋自己不如人嘅時候，係唔可以產生妒忌心。誑諸同學，對於同學嘅毀謗，往往係因為自己有妒忌心，咁樣就做惡業啦。佛陀話我哋知，同學朋友之間相處要有識得5個方面。第一面，當對方做咗一啲惡業嘅時候，應該要互相勸止。第二，如果大家有災難或者疾病，應該互相去看顧周濟。譬如話朋友屋企、道友屋企有乜嘢災難啦，有人往生咗，
我哋係需要幫助、助念。道友生病或者遇到挫折，我哋應該去安慰佢。第三方面，大家如果有不為人知嘅一啲秘密、一啲私隱，我哋應該保護佢，唔能夠向外講。弟子規上面都有講，人有私，切莫說。第四方面，應該互相敬重讚嘆，唔好斷絕來往，亦都唔可以忌怨。同學之間，志同道合嘅人應該多一啲往來溝通，大家喺學習上、菩提道上有共同精進。如果有小嘅過節，唔能夠結怨，要識得互相體諒原諒。第五方面，大家嘅貧富如果唔一樣，要互相幫助，唔能夠互相誹謗。呢啲就係同同學朋友同修道友嘅相處之道。虛無詐偽，恭結宗親，呢一條就係講用虛假、誣衊、詐騙、欺辱嘅手段嚟攻擊其他人，揭發自己宗親嘅一啲隱私。呢啲都係極大嘅心靈唔善。虛係講一啲根據都冇，去製造出嚟虛假嘅事情，用妄語嚟誹謗。誣就係誣衊，唔符合事實，故意去誣衊他人，欺詐，偽造一啲事實去欺騙世人，目的就係將人哋打倒，以實現滿足自己嘅私欲為目的。呢啲都係極大嘅罪孽，特別喺佛門入邊，如果係用咗虛無詐偽嘅手法去攻擊法師，呢個罪孽就極重啦。喺《發起菩薩殊勝智樂經》入邊，佛就俾我哋講到一啲菩薩前世嘅因果。喺拘留孫佛嘅時代，有一啲比丘見到有兩位法師去講法度眾生，佢嘅法緣好殊勝，結果個心就好唔忿氣，心生妒忌，於是就誣衊一啲事實去講呢啲法師有邪淫，用誣衊法師嚟欺騙呢啲聽法嘅眾生，結果呢啲眾生就唔再相信法師講法啦。從此呢啲聽法嘅人善根亦都斷咗，斷人法身慧命，呢個果報就喺阿鼻地獄。結果呢群比丘死咗之後就墮入阿鼻地獄，喺阿鼻地獄輾轉受報，然後又喺唔同嘅地獄受報，總共受咗1800萬年。由地獄入邊出嚟，再受500世貧窮下賤、諸根不具，作為殘疾人嘅報應。後來喺釋迦牟尼佛嘅時代，重新遇到佛法，重新修行，懺悔業障，先至能夠求生淨土。你睇下，用虛無詐偽嘅手段嚟攻擊講法嘅人，係有幾大嘅報應？恭結宗親，恭就係攻擊，結就係揭發人哋嘅私隱，或者係人哋有嘅過錯，唔能夠同情憐憫同埋包容，反而去攻擊、去揭發，生怕人哋唔知道，而且佢所揭發、所攻擊嘅物，亦都係佢宗親。宗就係同性嘅親人，親就係異性嘅親人，都係自己親屬骨肉啊！佢竟然狠心咁樣去攻擊同埋揭發佢哋，完全係冇人孝。既然良心已經喪盡啦，佢嘅報應就會好慘啦。剛強不仁，狠戾自用。剛就係剛烈，強就係強橫，非常固執而剛烈蠻橫，冇人道，好兇殘乖張，自以為是，呢啲就係狠戾自用。
呢個剛強同孔子所講嘅剛毅係唔一樣嘅。孔子講嘅剛毅係講佢嘅理性，佢嘅意志係好堅定，佢有剛毅之性，咁樣係好好嘅。但呢度講嘅剛強係講性格上面好中意動氣啊，愛逞強，亦都係冇一個仁慈心。喺醫學上就話啦，肢體麻木不能動作，全身硬爛，呢個就係不仁。心地不仁慈，剛強不柔順，呢一啲人係比較容易得到麻痹症，因為一切法係心上身，呢啲人佢個心唔仁慈，自然就會感召咗呢一種病嚟，很累。世間人講嘅鐵石心腸，冇任何嘅人性，呢啲係非常大嘅惡念，待人兇狠而且仲係乖張，累就係乖張，就係格格不入，好固執己見，錯咗佢都唔會回頭，呢種人叫做死路一條。呢度講嘅就係背離嘅惡，係完全違背天理嘅。如果心入邊仲有呢啲念頭，就記得要將佢快啲去除。呢一啲係大惡。下邊嘅一段係由是非不當一直去到見殺家路，講嘅係一位高者，就係做官嘅有權勢嘅人嘅惡習惡念。是非不當，向背乖移。呢一條講嘅係話，如果做官嘅人對是非判斷唔妥當，就會冤枉人。乖移就係唔恰當，向就係親近好人，親近善人，親近自己嘅父母、自己嘅長上。背係背邊個呢？當然係背住啲惡人、邪人。但係往往由於一己之私，佢哋會向住呢啲惡人，幫惡人去做辯護嚟掩飾佢哋，縱容佢哋做惡業。要知道是非不當，向背乖移，呢個係由於心入邊對於是非判斷唔堅決、唔理智，唔知道呢一啲到最後係會有因果報應。如果唔係喺平時度方方面面咁樣檢討自己，咁樣喺大是大非面前，難免都會做出一啲唔恰當嘅行為。乖移嘅行為，真正嘅君子就係要擴大仁義嘅根本，穩固禮儀防先，就能夠公正咁樣去判斷善惡，穩當地認定是非。是非對於一個人係關係到一個人嘅善惡，對於一個鄉里係關於到呢個鄉里嘅利害，對於天下係關係到天下嘅安危。咁樣就點可能唔謹慎呢？若然係輕率咁樣去認定是非，咁樣唔係就係一種是非咩？宋朝嘅時候有個人，佢叫做蔡京，當時候佢係做宰相，將司馬光、蘇東坡、程頤、王獻等等120人認定為奸黨，去就請皇帝下詔書，將佢哋個名刻住喺一個端倪門嘅石碑上邊，仲命令各州縣去照住去做。老百姓亦都為咗呢一樣嘢，佢覺得好唔公平。冇幾耐，嗰個石碑就俾雷劈碎咗。蔡京亦都因為咁樣，亦被佢貶去流放致死。呢個就係是非不當，亦都做出咗向背乖移嘅事情。若下取功，陷上欺子，呢度講嘅係話咯。虐待下民而去冇取功勞，用陷為上級長官嘅方法嚟迎合長官嘅旨意，都係為咗一己私欲，
去做出呢啲可惡卑鄙嘅事。要知道，對於百姓應該要多加體恤，唔應該為咗自己貪圖功勞而去虐待佢哋。譬如話講工程，為咗迎合上級領導，搏晒命咁樣去講工程，令到百姓去受苦受罪，令到自己嘅下級受苦受罪。咁呢個心就好狠毒。諂係指諂媚奉承，靠奉承上級嚟升官，呢個係君子最以為恥嘅事情，只有小人先至會咁樣做。受恩不敢，念怨不憂。受恩不感呢度就係講受到人哋嘅恩惠，一啲都唔會去諗感恩；受到一餐飯嘅恩惠，古人一定會回報，就算無力回報，都一定會念念不忘。大智度論入邊就講啦，受恩惠而不知感恩，呢個人連畜生都不如。但係因為有較大嘅，一係天地恩，二係父母恩，三係國家恩，四係師長恩。若然有人糊糊塗塗咁樣過一世，冇呢啲報答四種大恩，亦都沾沾自喜自己會報答一啲私恩小惠，呢個只係捨本逐末，亦唔係一個報恩嘅人。唐朝嘅時候，史無畏同埋張崇禎係好朋友，佢嘅屋企係好窮嘅，張崇禎就成日都會接濟佢嘅生活，並且俾錢佢去做生意。後來佢都發財富裕啦，而崇禎嘅屋企就突然之間火燭，所有嘅家當都會燒晒啦。崇禎求助無畏，無畏竟然唔顧以前嘅恩情。呢個時候，崇禎就係同個天度慨嘆，突然個天空起咗烏雲，雷擊去打咗落去無畏身上，於是佢就變咗隻牛。有一啲朱紅嘅字就喺嗰個圖上面寫住啦，負心史無畏。過咗10日，佢就死咗啦。念怨不憂就係話心心念念仇恨，從來都冇停止。殺君殺父嘅心仇，離散骨肉嘅怨恨，君子自然係有以直報怨嘅方法。至於一啲私仇小怨，係可以用理性排除，可以睇情面去原諒，咁樣就可以化解。如果念念不忘，咁就冤冤相報又何時了呢？唐朝李德遠做宰相嘅時候，結下唔少嘅冤仇，後來佢都被貶為官位啦，流放去到朱崖，亦都即係而家嘅海南島。佢有一次見到佛寺牆上邊掛住10幾個葫蘆，咁佢就問佢入邊嘅僧人，僧人就話啦：哦，呢啲咧都係人嘅骨灰。喺太尉李德遠做權嘅時候呢，因為得罪咗佢而被貶流放，就死咗喺度。咁呢，老僧呢就憐憫佢哋，就幫佢燒咗佢哋嘅遺骨，等佢哋嘅子孫嚟領取啫。李德遠一聽到，嚇到就係咁向後褪，個心呢就痛到死咗啦。輕蔑天文，擾亂國政，呢度就係講輕視同埋侮辱人民，擾亂國家嘅政務。唐朝嘅皇帝唐太宗講，人民係國家嘅根本，要識得令到人民安定。天文就係對人民嘅尊稱，係個天俾呢啲百姓我哋嘅，點能夠輕蔑佢哋呢？侮辱佢哋呢？點樣能夠擾亂佢國政？點樣能夠令到民不聊生呢？一個輕蔑天文嘅故事咯。宋朝嘅鄭清晨，佢嘅個性尖酸刻薄，當佢喺度做縣官嘅時候，去虐待一啲縣民，等到佢要離任嘅時候，啲縣民呢就攔路吐痰咒罵佢。鄭清晨就以話啲
如嗰啲民眾去侮辱長官嘅罪名去報上朝廷。宋真宗就話啦，為政係在於得到民心咁唾棄你，咁就可以了解到你嘅政策，亦都你仲夠膽去抱怨啲人隨意去奏報咩？鄭清晨亦都因為咁樣而被朝廷去定罪貶官。再講多個故事啦。唐朝嘅時候，有一位李林甫，為咗要推廣肅衛兵嘅騰騎法，唔顧朝廷上下議論紛紛，亦都要堅持己見，令到唐朝兵力一蹶不振。宋朝嘅王安石執行新法，政令繁瑣急迫，因而擾亂民心。宋朝嘅元氣從此就衰落啦。呢啲都係擾國擾民佢所衍生出嘅禍害。賞及非義，刑及無辜。呢句話嘅意思就係話，唔合理咁樣去獎賞嗰啲唔應該獎賞嘅人。非義就係唔應該，佢哋冇功勞，唔應該得到獎賞。可能係因為阿諛奉承、迎合討好，就得到一啲獎賞。我哋係唔應該用自己嘅好惡嚟去做獎賞嘅標準，應該去獎賞嗰啲有功嘅人，獎賞有優點、有美德嘅人。我哋嘅獎賞唔單止係鼓勵被獎賞嘅人，而且都係做俾大家睇，令到大家都會去效仿嗰個人。刑及無辜，講嘅就係將一啲刑罰去施加俾一啲無辜嘅人。要知道，刑罰係不得已先至會去用嘅。我哋知道每個人都有良心，都有本善嘅本性。人做惡係因為糊塗，迷失咗本性，先至做一啲糊塗嘅事。對佢加以刑罰，咁樣都係不得已去做。要知道，對有罪嘅人都應該盡量俾機會去改過，而對無辜嘅人又點可以去用刑呢？如果佢冇犯罪、冇過失而用刑，可能就係做官去犯糊塗，唔能夠明斷是非，或者係自己因為一己之私而去加害無辜者，呢啲都係違反天意嘅。我哋都要非常之謹慎，特別係啲做官嘅人。獎同埋罰都要識得公道，刑罰加俾啲無辜嘅人，自己唔單止係冇功，反而係會引來災禍。呢度我哋可以引申，唔止係做案嘅人、執法嘅人唔可以賞及非義，刑及無辜。其實做父母都要識得㗎。假如屋企係有幾個小朋友，俾小朋友獎賞，應該獎就要獎，唔應該縱容。對小朋友嘅苛責都要有道理，咁樣先至係能夠做到父母嘅威信。凡係屋企入邊出現咗小朋友之間嘅唔和諧，甚至係小朋友對父母唔滿意，呢度固然有小朋友方面嘅過失，但係亦都可能係父母對待小朋友唔公平，有過失而造成嘅。殺人取財，傾人取位，呢句說話就係講殺害人哋嘅生命嚟去攞人哋嘅財產，設計去害人，謀奪人哋嘅職位。呢一個謀財害命嘅強盜行為，唔單止係強盜先會做呢啲行為嘅，貪官污吏為咗去奪取非法嘅財而去俾人加害於人，將人運落去監獄進行嚴刑逼供嚟拆莊稼喎，或者係一啲有錢嘅人，窮人爭佢債，佢就去逼債，將人逼死。呢啲都係殺人取財。要知道，財位官位都係人嘅福祿，福祿係做善先至會得到嘅果報。點樣可以用呢啲不善嘅手段嚟取得呢？只有愚痴嘅人先至會咁做。我哋因為知道因果報應，殺人係一定要填命，欠債係必須要還錢，
傾人官位，設計嚟陷害人，將人打倒，將來同樣都會被人打倒。諸葛苗阜，扁政排賢。呢度係講誅殺投降嘅人，信服我嘅就要將佢殺咗佢。扁政排賢就係貶壓一啲正直嘅人，排斥賢明嘅人。喺打仗入邊難免會捉到一啲俘虜嘅，呢一啲俘虜真正仁慈嘅將領應該要多加去體恤，知道佢哋呢啲俘虜大部分都係不得已先至從軍，咁佢既然都歸降於我啦，改邪歸正，咁就好好啦。點能夠將佢捉咗之後仲會去殺佢呢？我哋知道戰爭本來就係一個唔吉祥嘅事情，聖人係不得已先至會用戰爭嚟保衛自己嘅人民。呢種戰爭係保衛戰，伊斯蘭教入邊稱之為聖戰。捉住咗啲俘虜，我哋知道佢哋可能係一時糊塗先至會去參加敵軍，或者佢哋係被逼嘅。我哋應該係要用仁慈嘅方法嚟善待佢哋，令到佢哋歸順於我。如果係誅殺嗰啲投降嘅人，呢啲係最損陰德嘅。漢朝嘅時候有一個好著名嘅軍領叫李廣，李廣呢就好擅長打仗嘅，咁佢手臂呢就好似猿猴一樣咁靈活，而且都好擅長射箭，出擊嘅速度亦都係非常之快，人稱為飛將軍。當其時呢，就係抵抗北方去入侵匈奴，匈奴一聽到飛將軍李廣嚟呢，都會聞風喪膽。王昌齡有首詩叫做《出塞》，佢咁樣讚嘆李廣將軍嘅：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麻度陰山。呢度就講出咗將軍嘅氣勢。將軍喺呢度呢，胡人匈奴都唔夠膽嚟去惹佢嘅。佢為咗漢朝立咗好多嘅戰功，但係遲遲呢都冇俾皇帝去封侯，連佢嘅部下同埋提攜佢上嚟嘅將領呢，都已經都被封侯啦，就係佢自己一直冇被封侯。咁佢心入邊亦都好唔痛快啦，就同個朋友傾起上嚟，個朋友就問佢啦：你係咪呢一生入邊做咗一啲令你自己都好遺憾嘅事啊？古人去好識得去遇到事情就反求諸己嘅。李廣將軍就話啦：我係做咗一件好大嘅虧心事。有一次戰爭入邊，我去捉咗800個胡人，佢哋投降咗，結果我都係殺晒佢哋。呢件事我一直以嚟都非常之遺憾。咁佢個朋友就好大吃一驚，就話啦：哎呀，呢個係諸葛苗阜啊，係好損陰德㗎。果然，李廣將軍呢一世都冇封侯，而且佢最後一次出戰當中，亦都因為迷路就自殺啦。佢嘅孫就叫做李陵，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善於打仗嘅人。有一次去打仗，俾匈奴俘虜，竟然投降咗。漢朝皇帝就好嬲啦，就將李陵家族咧滿門抄斬，最後咧就落得一個家破人亡嘅果報。扁政排賢，亦都即係一個當官嘅陰惡。做官嘅其中一個責任就係為國家選拔棟樑之才。點樣可以對呢啲正人君子、賢能嘅接班人加以貶抑呢？我哋喺一個單位入邊做事情，都要識得推薦賢能，唔能夠用自己嘅妒忌心，怕人哋超越我而去壓人哋、貶人哋。要知道真正有賢能嘅人，佢都唔係十全十美啊！十全十美嗰啲就叫聖人。聖人有幾個呢？佢有品德、有學識，呢啲就係屬於賢能嘅人。但係有可能都會有一啲習氣嘅。了凡四訓上面講，豪傑真真不甚修行跡，佢可能係因為自己有才華，有一啲傲氣，唔太注重一啲小節，得罪咗我哋。我哋唔應該去睇呢啲小節，我哋應該係睇大節。
睇下呢個人係真正咁樣對國家、為社會，或者係為我哋呢個團體能夠作出一啲好嘅貢獻，咁就應該要大力提拔，唔好去用自己嘅喜惡好惡去為人哋做任何標準。學生對老師而言其實都係咁，我哋應該有責任向老師推薦好嘅學生，唔可以話我推薦咗好學生，到時候佢就會超越我。呢啲妒忌心，有妒忌心嘅人點可能有真實嘅學問呢？要識得對正人君子賢能，要識得提拔，甚至能夠善於引導佢，令到佢哋更上一層樓，走喺我哋嘅前邊，我哋向前推，走喺我哋後面嘅，我哋就向前拉佢，共同前進，咁樣就好啦。寧孤逼寡，棄發受賄。呢一句就係話啦，對一啲孤兒寡婦、老人進行凌辱、迫害，拋棄咗法律嚟接受賄賂。呢兩句說話係分開講嘅。太上感應篇前面就話啦，經孤率寡呢一個係善行，對於孤寡嘅老人係要識得體貼愛護，加以關懷，因為人生最不幸就係孤寡。老年喪夫、喪妻、喪兒，點樣可能係去凌辱佢哋呢？因為佢哋弱小，我哋就用自己嘅威勢嚟迫害佢哋，呢個係遭天譴嘅。呢度同大家講一個故事，有一戶人家，夫妻兩個人，有兩個女，丈夫仲有個老母親。老母親年輕嘅時候就守寡，去紮住隻細腳。呢個係傳統嘅婦女嚟嘅。丈夫就係喺個村入邊做幹部。呢一家五口嘅人生活都幾唔錯。後來因為呢個丈夫死咗，剩低老婆石氏帶住兩個女同埋老母親。老太太呢就幫佢哋做飯、帶孩子，亦都去幫佢哋做家務。因為丈夫死咗啦，妻子石氏就被逼咧就出去揾錢啦。後來咧啲小朋友都大咗，石氏因為揾嘅錢唔容易，就開始嫌棄老太太。啲小朋友都唔使去帶，就嫌老太太喺度食飯。老太太辛辛苦苦攞啲飯去出嚟，佢都唔理。後來有一日，老太太就過橋喺度乘涼咯喎，但係孫女就嚟同老太太講：嫲嫲，我媽媽咧叫我同你講件事啊。老太太就話：咩事啊？個孫女就話：我媽媽話佢唔想再見到你啊，請你走啦。老太太一聽到就好似晴天霹靂，好傷心。對於呢個孫女就話：我都已經70歲，仲紮住隻細腳，你哋而家叫我走，咁係叫我去嫁人啦，定係叫我去上吊啊？結果呢，佢哋都係將老太太趕咗出去。老太太迫不得已，只好去執啲破爛嘅嘢，或者係幫人哋去補下衫維持生活，非常之可憐。件事冇耐，呢個石氏佢本來就有一對好明亮嘅大眼睛，突然之間就睇唔見嘢，一下子就慌咗手腳。好彩啦，啲小朋友都大咗，就可以去做嘢，繼續去勞動養家。呢一位石氏，因為佢唔係由一細個就盲，係突然之間盲咗，所以生活就變得非常之苦。唔係打爛呢度就打爛嗰度，冇辦法去做家務，甚至冇辦法摸到廁所，只可以喺自己嘅房入邊大小二便，成間屋都好臭。後來冇辦法，只好接翻老太太返嚟，繼續請佢做飯。但係冇幾耐，石氏就死咗啦。後來呢個大孫女，即係幫佢媽媽趕走老太太呢個孫女，有一次都被車撞死。石氏話唔想見到老太太嘛，佢隻眼就真係盲咗，再見唔到啦。而呢個孫女亦都同佢媽媽兩個人都死咗。呢啲就係天嘅報應。對於呢啲寧孤逼寡嘅人係毫不留情嘅。棄發受賄就係違背法律收受賄賂，係做官嘅人最唔應該嘅。
要知道做官嘅人係為咗國為咗民，點可以去拋棄法律收受賄賂呢？收受賄賂嘅人，佢以為自己得到財啦，但係咁樣去攞到呢啲財物，冇幾年就會身敗名裂。以下分享係關於光碟版權嘅一啲小故事。一個學佛嘅弟子，因為要俾一個老法師做翻譯，所以需要一套軟件，有英文翻譯嘅詞典，亦都有一個古漢語嘅詞典。學佛弟子有一位朋友啱啱好就有呢個光碟，所以就幫佢裝喺電腦度。裝上去之後，學佛嘅弟子突然間諗到，咦？呢個光碟嘅版權係一個人嘅版權，定係可以共同去一齊用嘅版權呢？朋友就去查啦，原來係一個人用嘅版權。個朋友已經用咗，學佛弟子咁樣就真係屬於偷竊啦。於是佢就同呢個朋友講，唔得㗎，唔可以咁樣做。咁樣做唔等於違咗法律咩？咁樣做係欺詐受賄啊！呢件事我唔能夠做㗎。學佛嘅弟子呢個道戒係唔能夠犯嘅。朋友聽咗之後都好配合，令佢幫佢買咗一套新版嘅軟體。所以學佛嘅人喺呢啲小事上都唔可以去犯道戒。呢個光碟係有版權嘅，我哋就必須要尊重版權，唔可以隨便攞嚟用。咁樣由小嘅方面注意，養成習慣，大是大非面前就唔會犯欺詐受賄嘅問題。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呢度講嘅係將理直變成離曲，將離曲去變成理直，即係顛倒是非、顛倒黑白啦。喺打官司入邊，如果執法嘅人係唔謹慎或者有私心，呢個錯就好容易犯。執法嘅人要知道自己判決可能關乎到呢個人一生乃至呢個家庭嘅生死命運，咁點能夠可以直同埋曲是同埋非面前隨便呢？我哋平時係點樣識得乜嘢係直，乜嘢係曲呢？乜嘢係是，乜嘢係非？要有一個標準。呢個標準必定係以聖賢嘅教誨做標準，因為聖賢嘅教誨都係符合聖德嘅。符合聖德嘅為直，不符合聖德嘅就為曲。如果我哋唔學習，點樣可能保證唔顛倒黑白是非呢？應該做嘅我哋冇去做，唔應該做嘅我哋呢啲就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咁樣人哋去批評我仲要去為自己辯護，咁更加係以曲為直，錯上加錯。入輕為重，見殺加怒。呢句話亦都係講指一啲執法嘅人，應該判輕嘅，結果佢就判重。見到人哋被殺，唔單止唔憐憫，反而去嬲。呢啲心入邊係冇仁慈心。要知道刑法係不得已而用，係用嚟教訓犯人，引以為戒。所以有悔改嘅之意，就能夠坦白嘅話，都應該從寬處理。能夠輕判就盡量輕判，對於呢啲案有懷疑嘅地方，都必須要去調查清楚再定罪，唔能夠隨意判刑，唔能夠判重，就係留住一啲慈憫心，防範損陰德嘅事發生。佢見到人哋因為犯罪而去判決死刑，哪怕佢做嘅罪係大到惡極嘅，都應該生憐憫心。點解佢會咁做呢？佢本來都係本性本善嘅。釋迦牟尼佛就話啦：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呢一切嘅眾生亦都包括佢啊。佢嘅人之初亦都係性本善。孟子就話：人皆可以為堯舜，佢本來可以為堯舜聖賢。但係佢一時糊塗，可能係一念之差，亦都可能係由細到大冇經過良好嘅教育而做咗一啲糊塗嘅事情，咁都係叫一時糊塗。人生生世世以嚟，邊個夠膽保證自己係冇做過糊塗事？冇做過糊塗事嘅人，早就應該往生啦，早就成佛啦。我哋都係糊塗人。
既然我哋都係糊塗人，咁就點能夠責怪佢呢？見到佢犯罪，去判刑罰，我哋點可能再加以憤恨呢？甚至仲要幸災樂禍，仲要拍手稱快，呢啲確實係慈悲心唔夠，要識得去憐憫佢，甚至話佢去喊都嚟唔切啦，點可能係加怒呢？咁樣唔能夠憤恨，點解呢？因為佢哋都係眾生之一，亦都係因為做咗糊塗嘅事情。佢如果唔糊塗，佢有智慧，佢就有慈悲心，就唔會做出呢啲傷天害理嘅事，只係冇好好嘅教育。咁樣一諗，我哋嘅仁慈嘅心就會出嚟。佢嘅死固然係罪有應得，但係我哋都唔可以咁樣而去生以憤怒嘅心，要保存住自己一啲好善好德嘅天性。